结果就是这样的。走啦，取经啊，一路向西啊。悟空，你个死混子！啊，大晚上喊什么喊回呢？来冲！别抽了啊！悟空，孙悟空，过来，过来。谁呀你？啊，那么晚了不睡觉？你让我过去我就得过去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是玉皇大帝是不是？玉帝哥哥，哎呀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终于来看我了呀！喂，哎，你不会专程来监视我的吧？哎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可是专门来看你的。啊，真的吗？这么好啊，这么感人啊！玉帝哥哥，我很听话，很乖的，按你的吩咐，我认那个臭和尚做师傅了。我都看到了，而且刚才我叫你悟空的时候，你立刻就醒了。看来你已经习惯了新的身份，获得新生的感觉一定很好吧？好个屁呀！你知道那种感觉？你知道每天耳朵边听到至少2万次“悟空”这2个字的是什么感觉吗2万次，这叫做生理反应啊，老大。慢慢习惯就好了。你要多想想好的一面。你看这人间，天大地大，此刻凉风习习，这不比那单房敞亮，凉快多了吗？爽啊！太爽了，爽死了！你不说这个海岛，你要说到这个，我真要给你掰扯呀！玉帝先生，为什么这和你之前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呢？想要活命，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使用孙悟空这个身份，护送一个人去西天取经。这个条件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。首先，待遇优厚，你不用马上去死，而且还可以获得自由。我想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应该马上会答应我的条件吧？这一路去西天取经，横跨数万里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公款吃喝，公费旅游啊！最近天庭管得严，这一项取消了。要不是任务特殊，这么好的差事，怎么可能落到你的头上？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啊！西天取经一路这么美，你就不想去看看吗？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孙悟空了。嘿，对呀，我说的没错呀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有什么不对吗？这简直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，好吗？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跟我说的时候，分明是那样的呀。没想到你也如此好色，这个叫普度众生啊，懂了吗？来，这个搞。结果就是这样的。
取经啊，一路向西呀。你追我干什么？追他！尝一下，是吧？尝一下，挺好吃的。你尝一下这地瓜，挺好吃的。尝一下，你尝一下。看我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我长得很漂亮呢？悟空啊，你饿了就吃嘛。你是不是生气？是不是嫌得太小啊？师傅和你换啊，这个大。我知道你辛苦了，要多吃一点。喂，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你居然还笑得出来啊？我笑了吗？你看你就是这样，总喜欢脑补太多东西。当初我哪有说的这么具体？这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。哦，你终于承认了啊！你故意隐瞒了关键信息，你。我隐瞒什么了？他呀，你跟我说过他是这么麻烦的人吗？不，他不是人，他是只苍蝇，整天婆婆妈妈、唧唧歪歪，打着行善的旗号多管闲事。他以为他是超然群众，还戏称大妈呀。还有，我头上这个箍状物体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会戴上它？为什么戴上它就摘不下来？为什么它一言不合就念紧箍咒？很疼很痛苦的好吗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那金蝉子已转世成为唐僧，孙悟空则被送至五指山。他们日后定有机缘再次结识相遇，之后就是二人的造化。玉帝又何故叹息？只是那妖猴毕竟野性难驯，我担心日后他再生出什么祸端来。玉帝是担心唐僧治不住那妖猴，这有何难？我可将这个金箍赠与唐僧。此法器见肉生根，如那猴子不听教诲，唐僧只需念诵咒语，金箍收紧，所带之人就会眼胀、头痛、脑门皆裂，自然就会乖乖听话了。哦，如此甚好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不过你这个金箍还是蛮好看的。做工精细，五金绝对上乘。反正我不管啊，我呢这个事绝对不会干了，而且我也再不想见到那个人。一说他都一肚子火，我这个小暴脾气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，你这个猴子，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生，要么死。当然选生啊，但现在比死还难受。那可不一定。我要活，我要活！好，好。我真是太糊涂了，太久没用仙法，竟然弄反了。这下你体会到死了，死很容易，难的是生。想要活命，那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要保护唐僧一路西天取经，是你唯一的救命之路。你好自为之啊！悟空啊，悟空啊，悟空，悟空啊！哎呀，悟空啊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得了梦游症？你怎么，你不舒服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冷啊？我带了个被子过来。
你不要害怕，我也很害怕，但是不要紧，有你在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不怕了，有没有舒服一点呢？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哎。可怜的石头君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就乖乖地躺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你乱发脾气，所以遭遇了飞来横祸，都裂开了。师傅，从我睁开眼睛到现在，我已经对这块石头君说了81次的我错了，99次的你可吗和108次的对不起。我想他应该已经原谅我，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。悟空啊！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歉意的话，就算你跟他道歉109000次也是没用的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做错了事就要去弥补。如果石头君真的原谅你的话，他的伤口就会痊愈了。师傅，你要修补这个裂缝。正是，为师听说，只要有恒心的话，破镜都可以重圆，更何况是坚强的石头君。哎，这个话怎么这么熟悉呀？你说什么就是行不行？悟空啊，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为师在帮你争取石头君的原谅，你不要那么多话，赶快给师傅找3朵黄玫瑰来。我上哪儿给你找黄玫瑰啊？你个死和尚！哎，悟空，你不要骂脏话。还有，我是一个和尚，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和尚之前加一个死字？而且你也是一个和尚，如果我是死和尚的话，那你也是死和尚。还有，黄玫瑰赶快去找，不要那么多废话。知道为什么吗？黄玫瑰的花语是对不起，你亲自去摘，亲自来送，说不定石头君就会原谅你。师傅，你的想法真的是太好了。但是我请你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四周，除了树就是草，我上哪儿给你找红玫瑰？我不管，容易找就不对了，就是因为不容易找，才能体现出你的诚意。你的话怎么那么多？快去！一定要去！你不去我就不走。行，让我去。快去！悟空啊，不要用法术，显得没诚意。啊。